迄条哥，你咧当成功嘅阿爸，哈，做乜啲見生嚟咯？我咩啥人啊？我講嘅係老實話。冇啦，我就老太個窮樣啊，辛辛苦苦賺錢，然後生意叫太良，聽聽啦。冇，老太家比起來吼，你真係貼切了不起。有係，有人講話哦，實在，那朋友啊，搞得。真嘅咯，我講嘅老實話啊，聽講前一餐誒，買一台當針嘅茶伴人買嘅係冇？哎呦，就阿妹當乖啊，伊識得啦，看中意就買啊。像我眼開呢，佢唔敢講壓擦。就那講法，我就好談啦嚇。其實我錢吼就花到個啊賭在行啊，我人哦唔會壓擦呢。係哦，結果一出門就讓妹夫妻都接送。哦，嗰是下巴順路啦。茶數事咩人都報幹。嗰就我講啊，生意迷迷糊糊哦，嚟講唔見你聽聽啦。是實喊夫妻的阿爸哦。嘿，嗰就無奈何啊。聽講呀吼，講就冇講，就老茶死出去昂。佢有樣啦，佢茶下巴哦，我四邊聽筒咧，四聽筒內哦，真提供茶係咪有問題呢？佢油會用得咧，咩人妹都嘅假。佢有係，嗰是下巴啦，我咩冇注意到。茶是垃圾嘅，你人妹都嘅寫。哦，佢當腔食茶呢，應該都啱寫茶。哦，保險、保養、維修，哦，就人妹都嘅出錢，連水咩地都叫嘅哦。佢講阿妹哦，佢當賢孝啊，佢唔會賣出錢啦。哦，古總話講，一個阿爸做到像安樣，實在了不起。第二講，老是敢買一台茶，連個司機帶漢白嘅油錢，全部就有落錯嘅啊！你個頭媽癌係冇啊？講翻少難啊，我將我見啲個皮牙冇樣啊！不，我咩都頭媽人咯，我吼係玄仙。玄仙係乜㗎？唉，一係慘嘅，我有啲當成嘅 TV。嚇？乜係 TV？我知道係四年嘅見態哦，見唔上即個姜嘅呢。嚇？我係真嘅。啊！係咩4年啲演出4時間，那唔錯啦。冇，4年嘅一天捱姜嘅，我冇那唔錯。好彩哦，好彩哦。好彩乜嘅，即個姜嘅一看咩啲？咩唔要講乜嘅4年見嚟見唔錯，即個姜咧？就上禮拜啊，佢考試哦，考全班第3名呢。佢有樣唔錯。啊？唔，你講錯哦，聽說考第1名。差唔多對嘅，甚至吼變到暗號，佢人係韜光涼爽嘅呢。嚇？佢佢愛，想愛司機嘅。哎呦，安生天天我事都唔地風向哦，個愛乜個司機嘅，我聽做嘛？我咩樣老佢講嘅呀？唔過佢都炒定強愛啊。哎呀，做唔得，做嘢愛人哦，我要顏值，心肝做唔得聽人咯。我咩地做唔得唱孫記啦。錯噶，絕對冇人就佢，假2日啊，佢就難睇嘢，佢唔記得嘢啦。乜解？過冇2日咯，我老公就買佢新嘅司機嘅本機了。我老公實在無可攞。佢講乜解？暫時要必處嘅啦吼，放假時節要聯絡朋友，佢所有好朋友都有司機嘅，佢喺模我本人看模，朋友我收佢當毛，先生我挖到佢出家屋下當苦，佢位朋友我留佢切教，新認識嘅人我留佢做朋友，叫個細妹咩我叫唔到，重點係啊，佢喺出現老闆交通啱呢，我到到屋下我無法度聯絡到佢，然後就無法度提醒佢做第位轉屋下，韓國佢也無法度保證，出家係咪搞到鬼呀唔可以轉屋。那明明就係打樁嘅落身嘛，唔過我知道佢講道道理呢。有乜嘅道理啊？係上海司機嘅，自家去買啊，自家去打工賺錢，所以提早學習獨立，未行得好。我咪都老佢講嘅呀，唔過佢又講了。阿爸阿媽，我去打工賺錢的話，甚至就會退步。先生同學還在看我模，韓國高中太學咩我考唔到，咩講我本頭家準童工來苦讀，薪水扣東扣西，按樣新冠度就會唔甘面，打定就會放棄出家，就會偷拐搶騙，犯罪本警察總入去關，到攏嘅地步，留烏托泰國來結派，變出來變到行下快，本人同時將我偷渡又出國又失敗，結果又本人總入去關，唔係本人關到老，就要關到死，還冇本人衝殺，原本光明燦爛嘅一生就按樣搞脫起嚟。你講字，就為到一幾司機嘅天天，咁有可能咩都按執啫？古總講。
我都怎么可能木金金的看这种事情发生呐？结果有乜嘢？结果就跳河嘅顺电机的啊。哎呦，做唔得，哎呦，现在做嘢要严责啦。係啊，佢說佢都當監車捱到呢。哈，想講都當家家好有哎呦。誒，監車到哦，話就講唔出來。啊，車啲閃度橋難開，係啊，真件係橋難開哦。用嚟講咯。自從以為書記嘅過後，因日白嘴老嗌都講冇超過3句話。啊，真件哦。唔過老家同學講天花做得一講3點鐘，特張日嘅天花費5000人扣呢。 5000橋，我一年一個貨是錢呢。錢哦，小事情呢，不過規張嘢是變態去嘅啊。又係變咯。頭擺吼，不講個鬧鐘啊，樣嘅響，連下個後連改啊，很邋遢咧，很就很唔會響嘅啦。佢報唔起咧，也堂啊，到嘅書記嘅人物始終跳起來。又係何事啊？韓國頭擺啊，幾日咧就搞個位啦 PS3，也幾日搞書記嘅。啊，書記嘅要教呢？係啊，當然啦吼，就搞書記嘅，戴定嘅耳機，彈嘅 MP3。嘿呀，書記啊，講咧真係當到啦。老朋友約好看電影，我先看書記嘅地方，看內場嘅，看乜個戲院，我聽票。哎呦，實在很強啦。這個東西呢，我翕相鋪到個網絡上，本朋友看佢佢必須按到乜街。哦，我看日嚟吼，幾下人啊做落去嘅啦。係啊，做唔得用錢啊，前隻機會哦，嚟講俾分享嚟啊。我都咩想啊？個報名咧。佢都講乜嘅？唔到一路講嘅話吼，傳健身本嚟啦。咩你也出事哦？係啊，結果佢才高嘅你啊，我老喺度講兩啥老花眼，很多嘅錢哦，波破摸破，按樣傳健身呢。還才講啦。係啊，才一按步啊，從無記得事，好我冇人冇人啊放棄咧，我都講勸導，老家書記嘅沒數。做就好用錢喲。結果天一日，佢都開始出現鼠娘腳來嘅枕頭，無法度下面床呢，幾張嘢按樣咪咪黐黐睡幾日嚟哦。嚇，佢係咪做緊1萬2萬一million嘅關係？唔咩啦，佢唔係就夾吐去醫院檢查。吐氣咧，個醫生哦，規身檢查一遍，發現冇問題啊。嚇，那係安尼？佢講乜嘅哦，冇書記嘅哦，佢唔敢上來，唔敢下面床。咁樣嚴重。冇書記嘅就冇安全感，講朋友有事情請唔到佢。佢簽唔到，佢係要急事，嚴事所以打到屋卡來呀。過2日啦，朋友根本冇打電話來，佢都想係咪朋友老佢唔記得咧？佢2日就唔記得俺個朋友哦，有準冇咩唔怕。故所佢開始產生當嚴重嘅自我懷疑。啊，乜個意思啊？佢都想係咪我平常時做人挺失敗？係咪我對朋友照顧都唔好？係咪我一3年冇意義？乃為得罪嘅朋友，一係講我老太家尊重嘅朋友，朋友根本冇老我尊重嘅朋友，故所我根本就冇朋友。龍關係哦，你這樣下去哦，我錯到有真啦哦。你看，嫌佢哦，冇做到冇咁好，出去行啊，去昂街啊，去客家會講，老啲咩唔怕？佢講係個冇書記嘅，粗茶嘅、溫茶嘅時間哦，來打電通啦、傳簡訊啦，佢要無干無實撥時間，佢只能看到個秒鐘按樣滴嗒滴嗒，看到時間按樣啪啪消失退去，一種感覺佢躲唔掉，佢無法度出門。又係窮房子咯。冇，好啦，咁就講究唔愛出門啦。咁就啲屋企哦，看書啊，看電視啊，咩唔怕？佢講係講無法度談書記嘅地步嘅人物嗬，會出到生活當中懂冇意思，無法度談人物，佢做啲啥人物點踢。哎呦，這點踢事情就太漂亮。冇按啦，我去嚟打天諾啊。天諾地方都沒有遊戲啊，沒有任何好談啊。做唔得，係個冇書記嘅就無法度自拍。無法度自拍就做唔得，留個相片傳到部落格，留下個生活記錄下來。而係有事麼？佢無法度啊，佢哋有粉絲啊，當然都會等，我看下生活嘅點點滴滴。點解都記得太明顯咯？唔係啦，就夾嘅幾個朋友啊。啊？幾個朋友？冇上日來幾位卡腳哦。講到按人談，人拉嘅斯文啊。哇！斯文，啥嚟又買？個記者什麼又買？就嗰幾個朋友嗬，迄個當然無數到我拉嘅健身，也係天花，我拉哦講嘅我查唔愛，翻唔上，有可能我一叫二鬧三吊頸，天花再唔忘記，我拉講啊，我出人命呢。嚇！
伢那有梦想症了，那真的哦，一严重呢。还有咧，也很努力，民国几多年、几多年、几多好，几唔知，我看书记嘅。当然无书记嘅，无法土方面创，规日都不开呢，迷迷痴痴唔知要做乜嘅，就都个不动来呢。哈，就为了一支书记嘅天天，伢那个人好好嘅人，咋变到戇戇當當唔曉成法了？系啊，我说我正日当后费哦，买书记嘅本记啦，也吼不管样嘅，啊书记都唔会忘记咧。有样啦，他把人用东西哦，拄好就好，过分嘅依赖吼，没好事。就错啊，叫人头摆，后长嘅时间，那有乜嘅书记嘅？你哋系咪过得好好？係啦，也做唔得講嗰啲東西唔好啦，種書記嘅，不然你成日當防騙啊，係啊，從我來講啦，將個語言按好啦，我有拿過啊金鐘獎啦，有社會 TV 嘅人嗬，接會有人傳簡訊俾我呢，哎呀，比方講咧，比如講銀行啊，哦，佢廣告簡訊，行過天線橋啊，佢來掏錢呢，因為講咯，佢接啊，咩有人打電話俾我呢？唔係人啊，阿爸，幾多叫啊？幾多叫啊？佢詐騙集團。冇啊！像喺保險公司啊，咩打電話來關心我嘅航險啊？佢來保險嘅，總共1000，但係天發就驗人嘅錢啦。你睇過想想啊，佢天線費當陣嘢按貴，真件哦發唔來呢。貴？用我貴咯，係自己唔曉用天天啊！捱唔曉用，乜個意思啊？冇講係冇講嚇。等等嚇。比如講你講有事情要請人，天發打通以後。項目3秒鐘就結個切題，咁樣人家讓我付嘅差嚟接咯。我嘛就會等佢來唔出接啊！乜個意思啊？跟人家一看，來天未接，一看，聽你講事嘅，你話到你還幾錢？佢都結個飛天花板了。唔過我係此段樣當冇生意呢。另外呢，佢打電話來嘅時間，你就講，哎呀，冇解說啊，排水哦，加度哦，天時冇天啦。佢按樣作為用意係乜嘅呢？佢根本就唔是拿天發錢啊！我說你怎麼用藥鋪啊？嘿呀，害我哈省掉很多錢呢！沒啦，佢下巴真件吼，迄天發哦冇天啦，就牙天發哦 Q 嘅咩，天時接將會廢天啦。同日頭，原來唔但將皮也冇嘢，連眼也皮哦。係咯唔講，坦白唔是打天花本嚟咧，就算係冇接到，我也唔會飛。哼！喂，你講知啊？有時候真件嘅天發都冇天啊！我老豆講哦，不要說我教你們這個方法哈。